第14天，不高加索人。天父上帝，你曾經講過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無人能關的。請求天父喺福音封閉嘅不高加索打開信道嘅門，求你差派你嘅僕人到不高加索去傳揚你嘅愛同埋救恩。主啊，求你打開佢哋嘅心，甚至你係親自向佢哋顯現。主啊，你嘅愛去吸引佢哋，讓佢哋去認識你，從而多得恩惠同埋平安。主啊，你嘅慈愛臨到不高加索，讓佢哋能夠擁有自己嘅母語聖經，認識真道，生命能夠被你真道去改變，而得到釋放同埋自由。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